死火啦！今年生意好似好咗少少，但係收到稅表頭都大埋啊！我有層樓收緊租啊，同埋我仲開咗間無限公司添，啲維修費、管理費到底扣唔扣得稅㗎？我層樓仲供緊㗎，啲息到底有冇得扣㗎？救命啊！條數點計好啊？有邊個大神可以救下我啊？如果唔使慌，魔鬼係細節。好似你頭先講嘅出租物業，如果擔保物業稅，雖然只有20%維修免稅額，但係扣唔到供樓利息㗎。所以如果你仲供緊樓，記住扣呢個個人入息課稅啊，將你出租嘅收入加埋你個人入息收入一齊計數，咁就可以扣埋你嘅供樓利息，分分鐘慳翻成萬蚊稅㗎。至於你嗰間無限公司，雖然報稅好簡單，但係每賺任何1蚊都係你個人入息嚟㗎喎，稅率隨時高過有限公司㗎。不過好處係你可以善用呢個強積金嘅自願性供款同埋延期年金嚟慳稅㗎喎。如果你將來生意做大咗，轉做有限公司，稅率可能會低少少，但每一年咧你都係需要做呢個審計報告㗎喎，手續嘅同玩法咧係完全唔同㗎。嚟緊我同表哥會有一個稅務全攻嘅講座，我會手把手教你精明規劃稅務。講座日期係2月28號2點半到4點半，地點係朗豪坊。大家唔想交多啲冤枉稅，請點擊以下鏈接報名啦。